好啦，嘉應高升朝住19連勝進發啦。咁睇翻賠率先啦，嘉應高升就一定係頂頭大熱門㗎啦，1倍。2號驕陽明區74倍獨贏13蚊嘅位置都 OK 嘅。3號精算部署172倍嘅獨贏31蚊位置。4號好有心得181倍嘅獨贏4倍位置40蚊。5號美麗第一就144倍嘅獨贏46蚊嘅位置。6號幸運有利呢就194倍嘅獨贏92蚊位置。最後7號啦，星際快車就係151倍嘅獨贏58蚊嘅位置噶。咁大中顯值0分鐘，咁紅燈就差唔多會亮起噶啦。咁今場賽事嘅總投注額獨贏居然有4900萬啦，我估計好超過99%係擺喺嘉應高升度，其他都冇乜點飛嘅落噶啦，應該都唔會落飛噶啦。照咁睇嘅話，咁嘉應高升就今場賽事就會朝向19連勝進發，就睇下佢可唔可以破到啦。騎師就潘頓，練馬師就大衛希斯。呢個方面見到驕陽明區蔡約翰嘅。好，咁最新就4號好有心得同埋5號嘅美麗第一嘅位置都着咗6格啦，開始。嘉應高升真係好多馬迷買佢啊，睇住佢19連勝㗎。我仲有呢隻星際快車啦，星際快車都係第一次挑戰級制賽嘅，唔係佢都挑戰過一次，所以今次應該係第2次挑戰，係第1次挑戰國際2級賽啊。因為啲2級賽嗰啲1200你遇到嘉應高升呢啲之類嗰啲，咁其實就好難都會贏得到啊。1搭5開始着6格個連贏。好啦，閘前嘅紅燈亦都已經亮起，到今日嘅第7場2級賽1200米短途錦標，已經有2隻馬入咗噶啦。驕陽明區精算暴雪，幸運有利，美麗第一，挑戰19連勝嘅嘉應高升，剩翻2隻，好有心得同埋星際快車。好有心得搞掂，最後入閘係星際快車。好啦，全部馬匹準備妥當，7場賽事短途錦標，1場2級賽嘅1200米。準備一開閘嘅時候啊，前面快啲嘅馬呢，有呢隻星際快車，嘉應高升即刻擺住喺前面先啦。第3位埋邊有呢隻美麗第一，守住第4位就係嗰隻幸運有利啊。尾3位置好有心得，尾二精算部署，暫時殿後馬匹就係嗰隻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跑咗一段到咯，前面星際快車帶頭守住第位嘉應高升，第3位美麗第一，第4位幸運有利，尾3位置好有心得，尾二精算部署，暫時殿後嘅馬匹仲係驕陽明區嚟㗎。好啦，轉緊彎中間嘅時候咯，次序上面喐動唔大嘅，星際快車帶頭，嘉應高升已經捱到住個第2位咯。第3位美麗第一，第4位就係呢隻好有心得啦。尾3幸運有利，尾二精算部署，包尾驕陽明區啊。好，你入直路咯，前面一隻跟一隻拍跳噶啦。帶頭嘅馬就係星際快車，嘉應高升守住個第2位度。第3位中間位置有呢隻美麗第一啦，外邊冚上嚟啦，有呢隻好有心得啦，元蘭偷位啊，幸運有利啦，大我到上嚟精算部署啦，兜到嚟最後200厘米啦，嘉應高升望一望後面先，已經跑到咗2個馬位噶啦，爭緊第2邊隻呢，星際快車仲喺度捱緊，美麗第一中間驕陽明區上埋嚟，接近終點，嘉應高升19連勝啊，跑第2名驕陽明區，第3名係咪精算部署機會高啲啊？因為見到佢都係外面殺咗上嚟啊！結果呢場賽事呢隻嘉應高升贏得非常之輕鬆啊！縱使今場賽事佢留守喺後面，但佢入直路之後依然發揮出一段馬王嘅爆發力，喺末段做出21秒幾就真係令人得人驚啦！捧走今屆嘅短途錦標。